香港第一次搞國際飛行比賽，咁參賽者呢要自己整人力飛行器喎。係啊，參加嘅呢仲包括星之子陳奕希，結果係點呢？一齊睇下。有41隊隊伍嘗試喺維港道起飛，佢哋自製人力飛行器喺西九龍直升機場由6米高嘅跑道起飛。不過唔話你知，仲以為佢哋係鬥快跌落水。李小龍嚟啦，不過李三腳都係飛踢落海。但唔少參加者都覺得自己喺度起飛。我好肯定我飛咗好遠下㗎，因為呢個時間好長，我大概十幾分鐘咁長嘅係。跟住咧，我見到前面有少少乾乾地，我就聞到少少海水味道啦。跟住就嘣一聲，我着陸啦！小發明家星之子陳奕希亦都參賽，不過未起飛已經被大風吹反咗，最後要拆件，跌落海嘅時候更加擦傷流血。喺我哋做嘅時候都受過唔少傷，呢啲唔算得係乜嘢。我希望就住今次我可能做得唔夠多 testing 啦，或者喺呢度嘅經驗唔夠，咁我希望我可以從中學到更加多嘅嘢。呢個國際賽事首次喺亞洲度舉行，唔單止要飛得遠，仲要飛得有創意、有娛樂性。由於評分標準係包括服裝設計，所以唔同嘅隊伍咧都有唔少奇裝異服㗎。呢隊隊伍咧就派出77磅嘅男機師應戰，希望減低整體嘅重量，架飛機可以飛得遠啲。而佢哋最後贏出賽事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導。